一股，啥物件？大咩呐？对，咁样来翕相广告互你听，好无？大咩呐？有一个大咩呐？囡仔兄，伊介意火车，嘛介意桥了。伊若洗身躯的时阵，伊就耍桥了；身躯洗好，伊就耍火车。有一天，有人互伊蜡笔，伊就画图，画一张什么图咧？什么？画一张即个图，即个图是啥咧？就是有一台火车，运将是桥了，人客嘛是桥了。图画好就听到外口有声，什么声？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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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叮叮叮叮叮叮。原来是火车来的声呢。伊紧走去房间看，有一条尾溜对窗门外口伸入来，是桥了的尾溜呢。房间。对啊，这是伊的房间。有人放送讲，第二柜台开往火山的火车桥了号，即摆要开车咯。还未上车的旅客，请赶紧上车。囡仔遐就摕伊画迄张图，爬上即个桥了的尾溜，走去窗门外口看，看外口到底是啥物。什么？原来是一台火车，足大台，是桥了的火车。囡仔遐就爬上桥了的脚车片，走入去火车内底看。有一个钞票的阿伯。是桥了阿伯呢，伊甲桥了的阿姨讲，即摆钞票借我看一下。阿姨就甲票借伊看。伊嘛甲囡仔兄讲，即摆钞票借我看一下。囡仔兄就甲伊画迄张图摕互桥了阿伯。桥了阿伯讲，哦，对，这就是你的票。你的位咧是伫咧上尾迄只车厢，遐会当食饭的所在，就是你的位。囡仔兄就走来。上尾迄只车厢食饭的所在，你看，即个桥了爸爸咧食啥？什么？食草啊！桥了妈妈咧食啥？什么？食草啊！桥了囡仔兄咧食啥？什么？汉堡夹。头家就问讲，囡仔兄你要来食啥？扣啦。对，囡仔兄讲我要食可乐，就开一罐足大罐的可乐，比人较大罐。坐伫对面的迄个桥了阿姐就甲伊开讲，囡仔兄，遮大罐可乐你敢食会起？你要我介绍你我的朋友无？伊的颔棍长长，会当坐伫伊的头壳顶去看外口的光景哦。伊就来找伊的朋友，爬上伊的头壳顶，伊的头就伸出来火车外口看光景。头前迄个运将，伊就大声喊讲。崩坑到咯，崩坑到咯！咱迄个颔棍长长的人客，头小揪一下，较袂弄着崩坑，较袂危险。来到头前揪过崩坑，对崩坑出来，囡仔兄就讲：你看啥物咧？什么？是啥物？什么？是啥物？啥物是火山？火山正在喷烟。较特别喷火啊！大家都拢回头看倒手边，结果咧，伤重，火车倒去，哇！变怎？哇！变怎？囡仔兄就讲：你是桥了呢？那只设置，大家拢走出来，拢毋知变怎你看？电子。对啊。电子。这安尼足设置的。变怎咧？我咧讲啥？链子是迄个煮物件的呢。要安怎咧？囡仔就讲，袂要紧啊，你是桥了啊，开来世界大啊，你就甲伊塞倒转去就好啊。伊就找一个三角形的桥了，讲你的角尖尖来拄看觅，出来甲拄，就出来，但是无效，开来无够大。即只肉骹换一只，后壁即只桥了阿姐讲，你肉骹换过来，一个较用骹出来，一个钟，火车徛起来咯，佫会当驶咯。运将阿伯就讲：多谢囡仔兄，你甲阮想办法。
即摆互你坐来稳将的位，就坐来稳将位驶火车。啊，囡仔兄，坐伫遮，是毋是？坐伫稳将的位驶火车。即个稳将都伫讲后一站，囡仔兄因房间，要来到囡仔兄因房间的旅客，请准备落车。啊，稳将咧创啥？什么？食薰呢？是毋是食薰？是。火车就驶来去囡仔兄因房间，互囡仔兄去困。小六。对啊。Q 六在创啥？你在创啥？你在骑啥？什么？卡达车，是毋是 ？Q 六骑卡达车。卡达车。嗯。卡达车。对啊。